学完了你过去见呀？哎，不，你过呗？过呗。没怎么着多，你看这边呀？没建议。没那个你用这怎么不呗？对了，俺你个这么可的话不那个。啊。这过不了。要的。要是建议就咋地？你哭呗？哭呗。那看当然这个这边。不是的。不是的呗。我完了都知道，我完了都知道。人不然哪里得的呢？你做都是搞点去结果咋？找不着的。你猜不哪了的？那是什么？啊。俺老妈让俺离的。离哪里？就在那离了，是不是？就在哪里啊？比酒馆的谁们弄啊？谁我们这几个人看见嘛是？跟他啥事？我们这几个人是嘛这几个人？啊你看见嘛这是？都是。这大就是。就在哪里比酒嘛？我东哥是不没找到路。我家我不给。好嘞，但得动得少了哇，笑。没你知道的要嘛的是吧不？没你知道的正嘛的是吧？跟那正不要？可以的嘛，这当然是。是。说不得嘞，你们给我参加那年过是吧？参加哪里呀？柏林个亲，参加工作买给我了，他让买给说。不，你这开始多那多，你也就个。学车吧。娘啊娘姐，娘啊娘，这种不给娘姐。什么叫娘啊娘，这种不给娘姐。要去。干啥？娘姐噻。啥个大概的价格价种不给，价，俺这当然比原来俺家等过的。什么的娘啊娘，价种不给，娘姐，身体单抽我的。对，我们这对。不是啥子呢？巴啦啦啦啦，巴啦啦啦。我们去给。我们的。懂他了。我老板您这个啥东西啥？干这的。我头这是死了。可以我买的不？我们吃人了。我们这老板就在追究。来追究命啊！可是跟大家比那什么，地基接触的，巴啦啦啦啦，巴啦啦啦啦，身体有的，按照。可是俺呀，今年开始没说，可是俺来个岁数，俺这讲过家的，讲大的就吃这呗。他小孩子，给是俺弄的丢下啥？讲大的吃就吞不下去。哎呀，不过看不熟的啥，给今嘛的不会啥讲究有的了。可是俺讲大古大吃这呗，南山呀哪里给吐下？这个中国过嘛，对不是吧？可是。我吃的没去。他让你的龙骨中骨鸡这个用直接，你等这小玩意儿吃你的，是吧不？龙骨中骨鸡他说我感觉挂着我的3年等给。你这个是吧？休息的。没这个在没行嘛是。所以讲个嘛钱呢，我今天吃一点呢，你哪是干个了那个的，你说不然把什么事，家底下什么下，自己下阿不然下，其实干个说呀。这个也没吧，这个俺说这这些哟。这年都新把钱。给这些哟。对吧？给的。这是节约说的，说什么节约说的，米这样没说。
啥动都比就动，阿拉嘎不动，阿拉妈不动，干个动呀？大个东过去噻，呀，咱呀就来车送啊。是，那嘛那，来年嘛儿啥子？俺不让了呀，我这地有的嘞，俺地连路么多啊。哦。这个也，干的个。起起不起。起起不让动，对了，绝呗。到现在个人被起起不得我是。我这都是对对，咱们好贵，下个给我找钱拿去啥的。当个绝恰恰嘎不，在哪里连着说？怎么那个了？没这当真的。没觉得当岁数。真的。这怎么来没干啥？所以这就那，是不是就是现在牛都直接这个了？干的。所以这那么那，现在直接这个了。我这当没多哎，不当也后面呢。下岁中年的话，明天是的，我下岁中年那里钱的什么有是的。对，你这哪才没事的？嗯。你那今天过是吧？现在搞不？你那阿来叔叔要个姐姐，那没了呀，地姐伙的，叔叔你不听。俺是九个人这个这都是。质量好吗？好不好自己看。买不买你们就随便是。有钱进来，没有钱走。就那干啥呢？啊。阿来鼓的，这是呗？有钱进来，没有钱走。有钱进来，没钱就别来嘛。有钱来，没有钱滚路去了。滚出去走人呢。俺们这人都不要我们的。有钱过来，没钱不要来，他讨过人。大家都有没有？啊，这个也不会就能我有的也学我们嘛就说了。我有那样配色。说的什么？他配什么？我这块儿的，对吧？对，对吧？这边拿钱的，这边搞个这些的，就几排开票。火车吧，我们坐了嘛，还有。去哪里？去你到哪里去？我哪里去？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去不去？很远地方不去。这个嘛，对的。这不是我的事，他们不会的。他人过去那个是。好疼啊！好疼嘛，这个就是吧。好疼着，那个这个说的，这个他白白的你见没？你也不让你给我。你见没来这个这个这个？他在家没就这个。见没来这个？见没来对上吧？不哎，你是的，见没来上俺年老主是的。见没来我们这个你这个，见没来你见过来这个。他就没事。你就。这边是他妈家那边给的。并且的人生就不着。今天心情好吗？今天心情好。发财了吗？发财了。发工资的。